我聽日要去見工啊，但我好緊張，我驚我講錯嘢啊，點算好？唔使驚，如果想面試嘅時候咧脫穎而出一剔 pass 嘅話咧，除咗有靚仔嘅 CV 之外咧，最重要咧仲有一個強大嘅能量支援啊！等我今集咧教下大家。第一招咧就係月亮石啦。好多人咧都以為咧月亮石淨係愛嚟招人緣啦，同埋跑數嘅。但係其實咧月亮石咧係一個鼓勵之石，佢可以咧幫你由內而外散發你嘅自信，等你喺面試嘅時候咧充滿住一個我一定得嘅300%自信心。第二招咧就係海藍寶啦。當我哋咧去面試嘅時候咧，最驚就係口窒窒。海藍寶咧就可以對應我哋嘅說話能力啦、溝通技巧，可以幫你平復翻你嘅心情嘅。當你咧面對面試官嘅時候咧，唔使驚，可以咧好清晰咁樣表達自己嘅諗法。大家咧準備咗呢兩種晶石之後啦，喺面試之前大概10至15分鐘，你可以咧手握住兩款嘅晶石，合埋雙眼，可以喺心裏面默默念：我今日充滿自信，一陣間嘅面試我一定能夠成功，可以有良好嘅溝通，可以展現到自己最好嘅一面。今日嘅面試一定能夠做到最好。你可以將說話咧喺心裏面咧默念多幾次嘅，然後就可以咧將呢一份能量咧帶入去面試嘅市場啦。咁我祝大家面試成功啦！如果仲有乜情況咧想利用水晶幫助大家嘅話咧，記得留言話俾我知啦。拜拜。